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 SP 嘅伙伴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 Daniel 等 District 嘅 Dragon Yuen，佢嘅 title 係 DM，入咗行27年，係啊，咁啊係都連續7年嘅 COT，咁啊喺度同大家分享下我對今次嘅呢個百萬經理會嘅感受啦。咁其實喺今次嘅呢個百萬經理會入邊咧，咁啊都聽到幾位嘅分享啦。咁啊最深刻咧就係其中一個小白啦，咁啊 Suki 啦，咁啊喺短短入行嘅2年間啦，咁啊佢係由一個普通嘅 agent 啦，自己亦成為咗一個 top sales 嘅同事之外咧，咁亦都晉升咗為個 DD 喎。咁啊佢啊透過佢自身嘅經歷啦，去分享翻佢呢個ING 嘅啲伙伴啦，咁然後之後就成為咗一個總監，同埋佢引用呢一個嘅呢個網上啦，咁啊吸引咗一啲嘅伙伴入息啦。咁而另外一個咧就 Workers 啦，咁啊佢係一個全公司就全呢個保險業啦最後生嘅 DD 啦。咁但係都經歷咗一個寒暑，就係10年都冇再升過總監嘅時間咧。咁啊，但係一個新嘅突破啦，將自己由一個完全嘅香港人發展一個國內嘅團隊啦。咁同埋都會有呢個嘅大嘅生意啦，一個新嘅突破啦。咁啊，佢自己破咗個公司嘅紀錄，有1,900萬嘅 PC 啦。咁呢一個係個非常之大嘅創舉創新啦，即係會由零開始嘅時間，都不甘於呢個嘅失敗嘅時間咧，勇於突破啦。咁啊，所以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創新思維，咁同埋楊繼剛老師啦，呢個企業家嘅思維啦。咁我好記得一句説話叫做用人所長，用人所短。呢一樣嘢係令到我自己好深深感受，就係話要發揮夥伴嘅所長。你唔係要求任何一個人完美，呢個世界冇完美，但係只要發揮佢嘅長處就可以。同埋要更多嘅夥伴啦。咁而我自己出席咗呢個百萬經理會，都應該超過5次或以上㗎啦。咁啊，因為太多次啦，咁啊，所以都唔係太記得。咁但係我而家年薪係超過300萬啦。咁你問我對我目前嘅業績嚟講咧，咁對比喺24、25年嚟講啦，上年個人業績有39% 嘅增長啦。咁而團隊方面咧都有12% 增長。咁你問我滿唔滿意嚟講咧，我只能講用喺 SP 嘅標準係合格咯，係未係最好。係啦，咁所以我今年嘅目標咧最具體就話係要自己嘅團隊有超過100% 嘅growth 喺請人方面啦。咁而喺生意方面咧，今年嘅目標係有500萬嘅 PC 啦。咁而我今年係要升 SDM 啦。咁啊，亦都最大嘅要做到就係除咗自己升職之外咧，都鼓勵自己下邊嘅伙伴咧升職啦。因為如果喺純粹百萬經理會入邊咧，年薪過100萬，其實我團隊連埋我都有3個人都做到啦。但我係希望佢哋係除咗係百萬之外咧，亦都係一個管理層啦，咁啊一齊升職，一齊過呢個超過年薪過100萬。而家定咗個目標就係我2年之後啦，年薪係要超過500萬啦。咁5年之後，我嘅年薪係要超過1000萬啦。咁啊，老闆都會有一句説話就係100萬年薪不是夢啦。咁但係當我哋超過咗年薪過100萬之後，下一個目標就係年薪要過1000萬啦。咁所以呢個係我嘅終極目標，就係要年薪過1000萬啦。咁而對目前嘅百萬經理會嘅新嘅伙伴有咩鼓勵啦？有一句説話好想送俾大家，就係其實 SP 嘅口號大家好好就叫敢夢敢不同，好呼應我自己本身嘅個座右銘，就係你不需要好厲害才能開始，但你要開始才能好厲害。首先你要真係夠膽想夠膽做，同埋一個好清晰好落地嘅目標，真係要做嘅時間你先有機會做到。亦都希望透過少少我自己嘅鼓勵啦，入行27年嘅時間，我由一個屋邨嘅普通嘅小伙子啦，到今時今日嚟講，又有少少成就啦。咁希望都可以鼓勵到大家。其實如果當一個普通人都做到嘅時間，所以你哋更加優秀，亦都一樣可以做到。而去到最後嘅時間咧，希望喺未來嘅時間可以認識到你哋，大家更加交流啦，可以幫助到你哋，可以除咗為你自己貢獻之外咧，為咗家族貢獻咧，可以做得更加好。一齊加油！